舊曆3月23是媽祖聖誕，新草街聖安宮對5號開始連續3天舉辦酬神大戲活動，由羅玉忠歌劇團演出《鳳山聖王傳》。除了替5月10號在台北母親節公演暖身，嘛予新加入的演員提前實施公演內容。會安尼做就是講，我們拿出我們的誠心誠意做媽祖娘娘看。我本身我嘛是拜公的尊王，我也是擔任廣澤尊王這個角色。在演出的前一夜，嘛團來特別演婚，就是台南的一寶堂甲一興會，也恭請聖王公來看戲，增添活動熱鬧甲宗教交流意義。聖安宮主菜烏面沙媽，除了是地方重要信用中心，這當來更持續投入公益關懷，以實際行動回饋地方。做這個善事，做這個愛心便當，一個月即馬平均攏分差不多700-800粒至1000粒。還有阮有一個慈善會，阮聖誕慈善會就幫助這艱苦人啊，無通帶，咱甲鬥3天。咱一個月咱幾乎就是1、5、15、20、25，按講一個月上少4、5天以上。按講有當時啊，咱就是有需要，咱就鋪一個弱勢的群組內底，咱就叫因來領。但是啊，咱來煮糜、煮麵，也是煮便當啊，互人吃。大個月至少有5天的時間，由廟方號召之下，準備生活用品以及民生物資，發送給有需要的家庭，並關懷地方長輩，秉持着媽祖慈悲濟世精神，結合更多社會資源，推動公益服務，讓信仰成為安定人心、甲溫暖地方的重要力量。台南新聞所採採訪報道。